咁低 B 啊你，成熟啲啦，死讀 L。唔怕話你知，我嘅夢想就係成為一個超人。超人？你用3歲細路哥咩？成熟啲啦，唔好成日過嚟發夢啦。你唔信啊？我就變身俾你睇。你啊，想笑大我個口咩？阿古魯，咦，變唔到嘅，再嚟一次。阿古魯。咪住先，有超人嘅話，咁咪即係有。哇！咩事啊？可能你身邊總會有啲朋友，佢哋嘅夢想係成為英雄，好似我咁，我好中意超人。但係而家呢個社會，當你中意超人嘅時候，可能你都會俾人哋取笑。但係你哋有冇諗過，可能有一日當地球真係有危機嘅時候，就係靠呢一班英雄嚟拯救地球呢？